国内消息来看，咱国内欠工真严重。劳动部参印尼的官员讨论要引进农业、畜牧业的移工，上紧9月第档正式引进哦。劳动部嘛强调讲，移工嘛适用咱台湾的劳基法。台湾农业、畜牧业欠工，未来可能有新的劳动力来源。劳动力发展署初8、初9伫印尼的第10届台印劳工工作专辑会议，双方的政府达成共识，会赶紧规划引进印尼农业、畜牧业的移工，上紧9月就通施行。印方比较担心说，农业移工从事的是比较高劳动力的那他的住宿环境，他们比较去在意所以在劳动契约上面，他们比较有用一些心思。目前台湾外籍移工约74万人，以印尼移工数量上济，约26万，大部分做家庭看护工较济。劳法署表示，印尼真要以劳动条件的问题，即阵达成共识，农业移工的劳动条件会比照劳基法。我们持续在跟印方就农业契约的这个内容来这个做协调那也都能够在符合我们劳动基准法，不影响到我们国人的雇主的权益的情况之下，来跟对方来进行协调。但是农民讲，农业势头若咧较无用的过分，真接一天的工时会超过8点钟。雇主若想要偷食步，就有可能正常管道的农业移工、违法的务工拢请，通有卡手。畜牧场、养猪场，它是有固定的工作，以用这正常的劳工来加固定工时的正常工作。产业为了不是整年拢做无用的伊就靠可能去请黑工。农民认为，虽讲可能通减轻欠工的问题，但是可能也是有侪雇主会选用务工，呼吁政府应该思考农业势头的特性。也那劳法署是表示，目前劳基法针对单身工时已经有规范，目前会以劳基法的规定落去行。记者郭文条随新北报道。